Hello，歡迎大家嚟到 CC Crystal Tower 嘅大眾占卜。喺大家面前呢，而家有3條水晶。第一條係我哋嘅紅膠花，第二條係貔貅，第3條呢係我哋嘅黑金超七。咁俾少少時間俾大家，就揀面前呢3條嘅水晶，邊一條係你哋最合眼緣嘅。然之後我哋就開始揭曉我哋嘅答案啦。咁第一個牌組嘅朋友啦，你哋12月嘅愛情運勢咧係抽到節制正位、權杖5正位同埋呢個嘅聖杯4重逆位嘅。咁咧其實代表住啲乜嘢咧？你哋嘅對象啦，有機會係講緊話，譬如係好有藝術嘅才華嘅，又或者係咧佢好中意音樂啊咁樣，或者你自己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你覺得呢個對象咧，其實咧係同你係好心有靈犀嘅，好夾嘅。然之後你覺得對方咧做嘢其實咧，佢絕對唔係一啲表裏不一嘅人啦。係真係做實事啦，然之後真係講嗰一套就真係做嗰一套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層面上面咧，都會見到你哋係十分之欣賞你哋嘅對象啦，又或者係你哋嘅曖昧對象咁樣嘅。咁然後咧就真係講緊話兩個人係你覺得係好似互相完美結合咁樣嘅，你覺得係成件事咧係好完美啦，你覺得係一個靈魂上面嘅互相吸引啦，咁你覺得同戀愛嘅關係其實有好大分別，你覺得係已經係升華咗一個唔同嘅層次，呢個係你自己對呢一個對象嘅一個感覺啦咁樣。咁咧然後呢一張牌係講緊話非常之偏向靈性或者靈修嘅牌嚟嘅，咁即係話在座咁多位其實咧對靈性呢一方面嘅知識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掌握啦，又或者一定程度嘅興趣咁樣啦。咁但係抽到節制牌嘅朋友咧如果你哋有對象嘅話，講緊啲曖昧嘅關係嘅話咧，其實講緊未來啦，短時間之內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起色嘅，因為呢一張牌都係講緊一個平靜嘅關係，或者係少少停滯嘅關係嘅感覺，因為配合埋我哋後面呢2張嘅牌啦，就可以睇到少少停滯嘅。咁同埋就講緊進一步關係發展嘅話咧，有機會就需要去等一等啦，因為咧後面咧都會有少少危機嘅。咁然後同埋你自己係會覺得對方係一個意外嘅邂逅啦，係一個由朋友開始展開嘅一個感情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嘅感覺，你覺得對方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人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你都要去揾方法去揾出可以改善嘅原因啦咁樣，咁同埋去實際佢嘅改變嘅，因為你同對方咧有機會係講緊而家少少停滯嘅情況嘅時候咧，你係而家唔知點算嘅，咁所以咧需要花一段時間去考慮啦，觀察清楚對方係咪真係適合自己，而呢一句嘢就真係引申到後面呢2張牌嗰個嘅問題喺度啦。咁咧，因為後面咧呢一張嘅權杖5嘅正位，我哋係講緊咧會發生一啲表面上面嘅衝突，又或者係咧雖然其實大家都未必會受傷啦，因為始終可能大家都未喺埋一齊，都係可能有機會曖昧緊嘅關係咁樣。咁但係咧講緊話可能有一啲嘅比較啦、競爭喺入邊嘅。有機會對方係同緊你將其他人比較，又或者你都將其他人同對方做比較，總之係一啲比較上面嘅層面啦，所以咧上面有少少衝突咁樣。咁又或者其實咧呢個競爭咧係利於你自己嘅突破同埋成長嘅，但係咧其實咧就一定會有少少衝突嘅意思喺入邊㗎啦。咁一開始有機會係啲良性競爭，但係去到最後咧就會
比較變咗做惡性嘅競爭咁樣啦。咁有好有唔好，但係喺感情當中嘅話，如果你哋係真係好着緊對方嘅，覺得其實對方係一個靈魂伴侶又好，乜嘢都好嘅時候咧，其實咧呢一個方面咧就需要去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因為咧，其實咧都係講緊啲口角之爭嘅問題啦，同埋大大小小咧都會有啲衝突嘅。That's why 咧前面咧會發生呢一啲嘅停滯嘅情況喺入邊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一個暫時性嘅，係啦。但係配合埋後面呢一張牌嘅話咧，都有機會呢一個嘅情況都未必係話太短暫就可以解決得到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到最尾呢一張嘅牌嘅時候啦，我哋可以見到啊，對方咧其實咧佢係有少少用錯方法，想氹下你開心，或者係你哋嘅對象玩得太過火，其實有時候佢哋冇你哋想象中咁中意你嘅，係啦，純粹就係玩火玩大咗，一啲惡作劇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你自己咧會 FF 咗好多嘢咁樣，咁都有機會有可能係感情上面啦，唔知點樣進入對方嘅心入邊啦，對於其他人嘅認知感覺咧冇辦法體驗到，冇辦法喺對方嘅角度嚟感受，亦都對應咗呢一張牌。如果你哋而家同對象係嗌緊交嘅話，你哋係冇辦法企喺對方嘅角度嗰度諗嘅，係啦，對方係感覺到呢一樣嘢，而你未必知道呢一個問題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同對方嗌交，對方其實某程度上咧係應付住你 hea 住你先嘅啫，係啦。如果你話我冇同對方嗌交喎，純粹曖昧關係喎，有機會係對方其實咧就只係玩玩火咁樣，咁喺感情上面表面係敷衍嘅咁樣啦。咁然後咧講緊嘅係有一方啦，係會過度思考呢一段感情，所以會造成一啲不良嘅反應啦。有機會係俾咗太大壓力俾對方，因為啱啱講過對方其實係即係 flirt 下咁樣嘅時候咧，會令到對方會覺得玩大咗，但係你有少少煩嗰一種嘅感覺，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會停滯咗雙方之間嘅關係發展啦，咁樣。咁如果係單身嘅話咧，解釋上面就真係講緊逆位嘅聖杯侍從咧，係暗示緊自己喺感情嘅態度上面咧有少少放唔開嘅諗法或者偏差，咁造成自己對感情逃避同埋一啲恐懼嘅。咁可能之前受過一啲嘅情傷仲未療癒好啦，都會有呢一啲嘅情況發生嘅。咁希望大家12月有一個好運啦，係啦。咁大眾占卜咧，其實咧就唔可以做到個人占卜咁準確嘅。如果大家想再準確啲嘅話，歡迎預約我哋嘅個人占卜啦。咁抽到2號牌陣嘅朋友，我哋咧今個12月嘅愛情運勢咧係抽到寶劍皇后逆位、聖杯6正位同埋權杖4嘅逆位嘅。咁咧，其實咧會見到啊，你哋咧呢一排嗰個嘅感情關係可能會比較爭少少啊，因為咧其實咧講緊話呢個寶劍皇后嘅逆位咧，其實係講緊有少少亂咁做決定啦，又或者咧其實你同你哋嘅對象咧冇理性咁樣去溝通，咁可能講嘢會比較尖酸刻薄一啲啦，或者諗法比較偏激啦，咁咧冇乜可以溝通嘅空間咁樣，咁又或者係其實係會為咗 judge 對方而講一啲説話，咁而呢一啲説話其實基本上咧係對呢一段感情或者對嗰件事咧係冇幫助嘅，咁可能其實咧呢一個情緒你哋已經壓抑咗好耐啦咁樣，咁冇辦法咧去理解對方係點樣諗嘅，咁過分反對呢一樣即係對方嘅話咧，咁其實咧自己咧都會起晒槓咁樣啦，同全世界咧都覺得咧你哋係敵人嚟嘅，咁所以咧你哋而家嗰個嘅態度或者姿態咧係會比較高傲一啲啦，咁另一方面咧都有可能咧，其實代表住好耐都冇辦法做到決定啊，咁所以咧其實咧講緊係
關係停滯咁樣嘅意思啦。咁咧，所以其實咧喺愛情觀嚟睇啦，你或者對方呢個愛情觀咧都係會比較悲觀少少嘅。咁其實咧，你哋係好渴望去接觸你哋嘅新嘅人生啦，又或者係新嘅愛情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好驚去冒險，唔肯踏出自己個 comfort zone。咁所以咧，其實咧會面對一個情景嘅就係不斷咁樣嗌交，不斷都想對方努力，但係自己咧冇辦法付出咁樣。呢一個關係或者呢一個嘅 situation 咧，有機會係代入翻你自己或者對方嗰度嘅，就唔一定係你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咧，而家你或者對方啦，嗰個感情上面嗰個狀態咧係會比較羈緊一啲嘅。咁而且咧講緊呢一張牌。咁咧，喺呢一張牌入邊咧，單睇呢一張牌其實咧係唔錯嘅，但係配合埋成個牌陣嚟講嘅話，有機會你或者對方啦，其實咧有啲放唔低過去，係啦。咁我哋見到啦，個小朋友啦，望住一啲嘅鮮花啦，想俾眼前嘅人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對感情上面呢一樣嘢，的確有佢哋嗰個嘅遐想又或者係諗法喺入邊嘅，但係咧呢一樣嘢有機會係講緊思念啦，又或者係夢想入邊嘅嘢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唔想有人咧去打擾呢一段嘅回憶，當事人其實咧有啲係沉迷於過去嘅美好回憶入邊，咁唔一定係話對方未 move on 上一個，而係有機會你哋以前嘅感情係唔錯嘅，但係而家出現咗一啲嘅矛盾喺度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哋咧都喺度沉淪緊喺以前嗰個關係入邊，咁所以其實咧就唔想去解決問題，不斷咁樣咧攞以前嘅人或者事，或者攞以前嘅自己啊，同而家去做比較，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嘅情緒係好難去安撫得到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你哋覺得呢段關係本身係好有保障啦，或者好安全、好熟悉嘅，你哋依然咧都係好想同而家嘅伴侶選擇之前嘅模式咁樣繼續落去。但係咧，其實咧表面上面睇你哋關係互動非常之好，但有好多方面咧，其實咧唔係話咁完美啦。咁係呢一個關係入邊咧個小缺點就係話，大家個自我空間減少咗。咁不論係嗌交又好啦，或者係諗翻以前過去回憶，表面上睇落去好好都好啦。其實大家嗰個嘅私人空間會少咗嘅。咁其實咧，對於一啲缺乏安全感嘅朋友嚟講咧，其實咧呢一個當然你覺得係一個 comfort zone 啦。但係如果對方並唔係一個咁缺安全感而需要自由嘅人嚟講咧，呢一段關係咧對佢嚟講咧就稍為有少少辛苦啦，係啦。咁同埋都係反映緊有一方係真係缺乏安全感嘅。而去到最尾一張牌嘅權杖四逆位啦，我哋係可以睇到咧，本來已經係好穩定嘅感情基礎咧係打破咗嘅，咁或者係開始有少少動搖啊，關係之中咧係出現咗一啲裂痕嘅，咁造成一啲人際關係嘅狀況唔係話太好啦咁樣，咁你見到原本嗰個權杖係直嘅，但係調轉咗嘅話咧，即係講緊佢哋咧係歪咗啦，步伐咧或者目標咧就冇辦法係一致啦。咁所以咧，其實咧講緊話我未必有收穫啊，又或者收成就唔係話太好。咁即係都對應翻一啲嘅關係上面嘅停滯同埋小心一啲嘅冷戰情況發生啦。咁亦都會見到一樣嘢嘅係咧，其實咧你哋睇呢三張牌入邊咧，都係睇到關係咧就唔係話十分之穩定嘅。咁有機會係因為外在環境嘅因素啦，又或者係因為自我內在唔穩定，冇安全感、冇信心，所以諗好多嘢嘅結果嚟嘅。咁所以咧，你哋自己就要諗方法點樣去令到自己有安全感。呢一個係好多人嘅人生課題嚟嘅。咁亦都會見到嘅係咧，其實咧講緊，不論係曖昧好或者係關係中都好啦，其實咧，你同伴侶嘅關係目前嚟講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進展，又或者係就咁樣僵持落去。咁所以咧，其實咧對佢哋某一方都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我哋呢一邊嘅意見係可以幫到你哋啦。所以最緊要嘅係咧，即係揾出翻自己嘅自信心，又或者係揾翻你哋關鍵個問題發生咗喺邊一度，係啦，好好咁樣溝通，唔好好似而
家呢個狀態咁樣係唔嗌交啊，又或者係 hurt 到人哋咁樣。即使而家未發生都好啦，有機會係短期之內會發生呢一個嘅問題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同你哋講咗嘅話，就希望你哋可以避免得到啦。希望你哋有一個開心嘅12月啦。拜拜。嚟到最後一組排咗嘅朋友啦，咁首先咧要恭喜你哋，因為咧你哋咧嘅12月運勢咧係非常非常之好嘅，你哋係喺3個排組入邊最好最好嘅一組嚟嘅，所以首先恭喜晒你哋先。咁咧首先啦，我哋講翻抽到嘅係皇帝嘅正位、戀人正位同埋命運之輪嘅正位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哋嗰個嘅感情關係啦，不論係曖昧緊啦，又或者係關係之中嘅感情都好啦，係十分之理想同埋暢順嘅。咁咧，首先咧講翻啦，呢個嘅皇帝嘅正位先。咁咧，皇帝嘅正位係講緊男性嘅象徵啦。咁咧，你嘅對象其實咧，你覺得佢係一個好可靠啦。好物質世界係十分之支援到你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你覺得你嘅對象咧係充滿自信嘅，係即係好似一個皇帝咁樣，佢係一個神咁樣嘅，有一個光環喺上面嘅，咁然之後咧。講緊嘅係對方其實咧係話有一個主動追求嘅愛情啦，咁係一個十分之可靠同埋好嘅戀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嘅對象啦喺今個12月咧都會有主動交往嘅傾向嘅，咁咧同埋對方啱啱講過咧係一個唔錯嘅物質供應者嚟嘅，咁咧但係咧有少少缺點嘅就係咧少少唔善於表達自己內心嘅情感，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你哋需要去幫佢哋啦，係啦。咁浪漫同埋夢想咧，對於你哋嘅對象嚟講咧，吸引力咧並唔大嘅。佢係主要以務實為主啦，咁樣。咁咧佢係中意比較睇到摸到嘅嘢，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同佢講話感情上面嘅嘢咧，咁其實咧對方咧有啲唔係太信愛情嘅，有少少咁樣嘅傾向啦，我哋叫做係啦，咁所以咧，但係對方絕對係一個唔錯嘅對象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同對方講愛啊，或者係一啲 feel 嘅時候咧，其實咧對方有少少唔係好明白你講咩啦，咁直接啲嚟講，即係對方其實咧係一啲直男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喺感情當中啦係扮演住一個父親嘅形象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係可以確保咁樣去駕馭你哋嗰個嘅關係嘅，特別啱啱都重點提過喺物質層面上面啦。咁如果你自己係在意情感上面嘅需求嘅話咧，咁其實咧你就會有少少需要解決嘅問題喺入邊啦。因為我哋講緊每一段感情都需要有佢哋處理嘅課題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事業心比較重嘅人，即係話對方係需要情感嗰方面嘅 support 多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比較感性嘅人嘅時候咧，你就要去諗方法點樣令到自己過得舒服啲，又或者點樣同對方去溝通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方付出嘅嘢咧，絕對係實體嘅、具體嘅嘢嚟嘅，而對方都希望你付出都係一啲實體嘅嘢，即係譬如對方係成日俾錢你使嘅，咁先算啦。對方都想收翻一啲小禮物，而唔係講話我愛你啊之類一啲肉麻嘅嘢，因為對方其實係 get 唔到呢一樣嘢嘅。咁而我哋嘅戀人牌啦，戀人牌其實咧已經係一個好直接明確俾你嘅答案啦。咁不論係戀愛中啦，又或者係曖昧關係中嘅人咧，咁其實咧都係講緊話有機會有進一步嘅關係發展啦，而且係自由愉快嘅。咁講緊話其實暗示緊一段新嘅關係啦，又或者係本身關係之中有新嘅階段發展。拍緊拖想結婚嘅有機會會被求婚啦，咁曖昧中嘅都有機會係正式踏入呢個情侶關係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新嘅關係或者新嘅階段咧係可以安全咁樣開始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兩個人嘅相處咧現階段嚟講咧都係十分之融洽啦，長期咁樣同埋穩定嘅。
去到最尾一張牌咧，就係一個命運之輪啦。命運之輪咧，其實咧係講緊一個邂逅啦、一見鍾情啦、見到好中意嘅物件啦，同埋一啲嘅表白嘅。咁咧都對應到我哋嗰個嘅戀人嘅正位啦。咁所以咧呢兩張牌咧係互相呼應住嘅。咁而家嘅感情生活，其實咧你覺得我已經滿足唔到自己心理嘅需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哋會透過一啲嘅溝通啦，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互相去成長同埋發展嘅。咁喺感情當中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可以達成一啲共識。如果對方係即係啱啱講過，對方係一個比較理性少少嘅人，所以咧呢一個位咧需要少少提點一下嘅就係假設你同對方係真係有啲嘢相處唔嚟夾唔到嘅，對方係一個比較決絕嘅人嚟嘅，所以小心一啲少少嘅問題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同對方12月嘅發展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十分之好嘅關係嚟嘅。咁如果你哋係曖昧緊嘅話咧，真係好大嘅機會啦，或者好大嘅行動力、膽量啊，或者自信啊，去迎接自己嘅新嘅戀情，有機會係你主動表白，又或者人哋都會有機會去同你表白嘅。咁所以就睇返究竟呢個人係唔係呢一位國王啦。咁所以其實咧你哋嘅12月基本上咧係冇乜話太大問題嘅，純粹就有少少心理唔平衡啦，因為始終有一方係比較理性，有一方係比較感性少少。咁但係咧，其實如果打開個心去同對方去傾嘅話咧，我都相信咧呢一個嘅牌陣都會令到你哋有機會去解決到你哋嘅問題嘅。咁希望今次嘅塔羅可以幫到大家解決一啲唔同嘅感情問題啦，亦都再次恭喜選擇3號牌陣嘅朋友，恭喜晒你哋！希望你哋會有迎接一個開心而且幸福美滿嘅12月啦！拜拜。